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想请你先停下手中的工作，静静地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腿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曾几何时，那双支撑你走过大半辈子、结实有力的双腿，现在变得松垮垮的，甚至连裤管都显得有些空荡。这不只是老化的自然现象，这是一场正在你身体里悄悄上演的肌肉大撤退。根据医学统计，过了50岁后，如果你不刻意去保护它，你的肌肉会以每年1%到2%的速度在消失。这听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但让我告诉你，这背后真正的意义。这意味着几年后的你可能再也抱不动心爱的孙子。当你不小心在浴室滑倒时，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你重新站起来，甚至你连去菜市场提2袋菜都会感到气喘吁吁、力不从心。这不是在吓唬你，这叫做肌少症，它正在一点一滴地偷走你的尊严和独立生活的权利。当肌肉消失时，你失去的不只是力量，而是自由。在我们深入探讨如何挽救这些肌肉之前，请容许我做个小提醒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为你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专心收看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你的回馈对我非常重要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健康危机，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。在诊间做了这么多年，我遇到过无数像你一样的朋友，他们常跟我抱怨，医师我老了，走路慢，手脚没力是正常的了。但我总是会严肃地看着他们的眼睛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这绝对不是正常的。我是林医师，在医学领域服务了超过40年，我看过太多人因为误以为没力气是理所当然，而错过了黄金挽救期，最终导致长期卧床，让家人和自己都陷入痛苦的深渊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虽然肌肉会流失，但它也是人体中最具韧性的组织。只要你用对方法，无论你是60岁、70岁还是80岁，你的肌肉都有可能重新长回来。这不是命运，而是你对身体的责任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台北万华，有一位72岁的陈先生，他以前是个建筑师，非常精明能干，但退休后他发现自己上楼梯会喘，甚至在家跨过门槛时都差点摔倒。他以为自己老坏了，骗得闷闷不乐，不再出门，参加老同学的聚会。后来他来到我的诊间，我告诉他，他只是患了病理性肌少症，而不是真正的老到走不动。我们一起制定了饮食计划，调整了他的营养摄取。短短半年，他不仅能自己去大安森林公园散步，还能陪着小孙子踢球。陈先生的故事证明了这一切真的可以逆转。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不算晚。你可能觉得肌肉少一点，只是力气小一点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但请听我这一句劝，肌肉对年长者来说，就像是支撑一栋房子的主梁柱。如果梁柱烂了、空了，整栋房子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。当你的肌肉量过低，首先找上门的就是半夜频繁抽筋，让你整晚睡不好。接着，当你爬楼梯时，膝盖会感到莫名的刺痛，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没办法帮关节分担重量了。你开始害怕走远路，社交圈变得越来越小。
但真正可怕的是连锁效应，肌肉流失会倒，致平衡感偏差，一旦不小心跌倒，很容易造成髋部骨折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年长者一旦骨折卧床，后续引发的肺炎或器官衰竭，其致死率高得惊人。即使挺过了手术，漫长的康复期也会让你的体力进一步崩溃。这就像是一条不归路，一旦踏上去，生活的品质就彻底消失了。我想请你把肌肉想象成身体的存款，如果你只花不存，等到银行户头空了的那一天，你拿什么来应对身体的突发状况？肌肉不只是用来走路的，它还是身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，能调节血糖，保护心血管。当你失去肌肉，你的代谢会偏差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这些慢性病就会接踵而至。所以，请不要再忽视那些警讯了。当你发现营不前、毛巾走不动斜坡时，那是你的身体在对你发出求救信号，它在告诉你，主人，救救我的梁柱吧。这不只是为了好看，这是为了保命，为了让你在未来的20年、30年里依然能体面有尊炎帝活着，而不是依赖轮椅和看互过日子。喂，什么你明明吃的不少，肌肉却还是留不住呢？很多长辈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有吃肉我每餐都吃得很饱。这个里我要揭露一个很多人的认知盲点，这在医学上我们称为蛋白质阻抗。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建筑工地，你的肌肉是墙壁，而蛋白质就是砖块。在年轻的时候，工地的工头非常勤快，只要你送来一点点砖块，工头马上就会指挥工人们把墙砌好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工头好像重听了一样，对少量的砖块爱理不理。你送1-2块砖头来，工头根本没反应，那些砖块最后只能被当成废弃物清掉，变成脂肪堆积在肚子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看起来肚子大大的，手脚却细如竹竿。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营养不均，很多台湾长辈的早餐是稀饭配酱菜，午餐是阳春面，到了晚餐才大鱼大肉，这对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浪费。早上含中午，你没有提供足够的砖块去叫醒那些重听的工头，所以肌肉在那段时间一直在萎缩。等到晚餐，你一口气送来太多砖块，身体也处理不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让肌肉生长，重点不在于你总共吃了多少，而是在于你如何聪明地分配。我们要用正确的食物，在正确的时间，大声地对你的身体喊话，让它重新启动合成肌肉的按钮。接下来，我将告诉你这套餐桌上的救命法，让你透过简单的食物选择，找回失落的力量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医师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健身房搬重物，还是要买昂贵的营养品？请放心，我今天带来的方案不需要你去做那些让你膝盖疼痛的剧烈运动，也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买那些来路不明的药粉。真正的良药其实就藏在你每天去逛的传统市场或超市里。我们要采取的是食物导向法。古人说药食同源，这句话在肌肉健康上体现得最完美。接下来我为大家精心筛选了10种最适合台湾长辈最容易取得的强肌神奇食物。这些食物不仅能提供优质的蛋白质，还含有许多能对抗身体发炎、促进吸收的关键营养素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会一个一个详细介绍。但我必须先给你一个提示，第4种食物是很多台湾家庭桌上常见的配菜，但超过80%的人都吃错了方式，
导致营养没被吸收。还有第7种失误，我会建议你选在睡觉前的一个特殊时机来摄取，这能让你的肌肉在深夜里默默的自我修复。我会教你怎么吃，吃多少，甚至会提供一些简单的台式家常料理示范，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感受到力量正一点一滴地回到你的肩膀和双腿。请准备好你的笔记本，这可能是你今年听过最重要的一场健康课。我们要开始揭晓这份名单了，你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自己了吗？首先，我们要介绍的头号强肌工程就是优质瘦肉，特别是鸡胸肉或猪里肌肉。为什么瘦肉这么重要？因为它含有丰富的亮氨酸 leucine， 这是启动肌肉合成的最强信号弹。对于长辈来说，我建议每餐至少要摄取大约自己掌心大小和厚度的肉类。如果你担心肉太前柴不好咬，可以利用台湾料理常用的方法，像是用少许蛋白或太白粉腌制，或者用低温炖煮的方式，让肉质保持软嫩。接着是第2种，也是我极力推荐的 Omega-3 深海鱼类。在台湾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虱目鱼、肉鱼或蒸鱼。鱼肉的纤维比禽畜肉短，更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。更重要的是，鱼油中的 Omega-3 脂肪酸是天然的抗发炎剂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常处于慢性发炎状态，这会加速肌肉分解。Omega-3 就像是帮你的血管和肌肉上油，让它们运作得更顺畅。让我分享一个在高雄梓官的案例，那里有很多新鲜鱼货。我的一位患者林阿嬷快80岁了，原本深受膝盖酸软之苦。我建议她每天午餐吃1片前煎蒸鱼或清蒸虱目鱼。她持续吃了3个月，并搭配简单的扶墙深蹲。现在她跟我说，她去市场买菜时步伐变得稳健多了。关于食用时机，我建议将这些优质蛋白质放在早餐或午餐。很多人的早餐只有面包或馒头，这是不够的。试图在早餐加一个手撕鸡肉三明治，或者午餐10点1份鲜鱼汤。记住，每餐大约25到30克的蛋白质摄取量，是叫醒你体内那些重听公投的最佳分量。这不只是吃饭，这是在进行一场肌肉复性运动。很多人以为长肌肉，只要吃肉就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种和第4种食物，分别是深绿色叶菜和莓果类。深绿色蔬菜，像是地瓜叶、菠菜或芥蓝，富含维生素 K 和硝酸盐。维生素 K 是维持骨骼健康的关键，而骨骼强健，肌肉才有稳固的支撑点。更精彩的是硝酸盐，它在体内会转化为一氧化氮，这就像是帮你的血管拓宽道路，血液循环变好，营养才能顺利送到肌肉细胞。如果你觉得叶菜类纤维太粗不好消化，我建议可以将它们切碎，加入咸粥里煮，或者稍微汆烫后拌，一点苦茶油，这不仅好入口，还能让你吃进满满的抗氧化力。再来是第4种莓果类，特别是蓝莓或草莓，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很多人吃错的类别。很多人会把莓果做成含糖果酱或罐头，但那样只会让你摄取过多的糖分。真正的强肌吃法是吃新鲜的莓果，或者直接加进无糖优格里。莓果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能有效清除体内因为老化而产生的自由基。你要知道，肌肉合成的过程其实会产生一些代谢压力。莓果
就像是帮你的肌肉进行大扫除，让修复过程更高效。你可以每天在餐后吃1小碗莓果。记得我有一位在台中开药房的老朋友，他以前总是抱怨打喷嚏会漏尿，那是因为核心肌肉无力。除了练习凯格尔运动，他也开始每天早上1碗蓝莓优格。他告诉我，不仅精神变好，连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也改善了。这些彩色食物不仅让餐盘变漂亮，更是你肌肉修复的清道夫和助推器。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5种和第6种食物，坚果与豆类。这2种食物对于我们台湾长辈的肠胃来说是非常温和且强大的能量来源。首先聊聊坚果，很多人怕胖不敢吃坚果，或者只在过年时大吃一顿，这都可惜了。坚果像是腰果或杏仁，含有丰富的镁。镁这个矿物质就像是身体里的火星塞，镁有它，蛋白质合成的引擎就转不动。此外，坚果还能提供优质的植物性油脂，这对维持荷尔蒙平衡非常重要。我建议每天摄取约1个大拇指大小的量就好。你可以把它磨成粉，加进五谷奶，或者当作餐间的小零嘴。第6种则是豆类，尤其是黄豆、黑豆及其制品。对于有些胃口较小、吃不下太多肉的长辈来说，豆腐、豆浆或豆干简直是救星。豆类不仅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，还富含膳食纤维，这能照顾你的肠道菌群。现代研究发现，肠道健康与肌肉量有直接关系，我们称之为肠肌轴。肠道好，营养吸收才到位。在台湾，我非常推荐大家喝无糖黑豆浆。黑豆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。这里有个小秘诀，如果你担心吃豆类会胀气，可以选择发酵过的豆制品，如天贝或纳豆，或者在烹饪前先将前豆浸泡足够的时间。我曾遇到一位茹素多年的阿嬷，她原本肌肉萎缩得很厉害，后来我建议她每天增加2块传统版豆腐和1杯浓豆浆，并稍微增加走路的步数。没过多久，她的气色红润了，走路也稳当了许多。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豆子，它们可是撑起你肌肉的隐形支柱。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份名单中最关键的部分，那就是第7种乳制品和第8种全蛋。这2样食物是营养学界的黄金搭档。关于第7种乳制品，我要分享一个最重要的秘密：时机。我建议你除了早起喝1杯牛奶或优格，也可以考虑在睡前半小时喝1小杯温牛奶，或吃1点希腊优格。为什么？因为乳制品中含有一种称为酪蛋白的蛋白质。与肉类蛋白不同，酪蛋白的消化非常缓慢，它能在你睡觉的6到8小时内稳定地释放氨基酸，防止肌肉在深夜因为长时间空腹而被分解。这就像是在你休息时，还有一群工人在默默地帮你维护房屋，这对预防夜间肌肉流失至关重要。接着是第8种全蛋，我要在这里大声疾呼，请不要再把蛋黄丢掉了。过去几十年，大家被胆固醇吓怕了，但最新的科学研究早已证实，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，饮食中的胆固醇对血中胆固醇影响极小。蛋黄才是整颗蛋的精华所在，它含有维生素 D、胆碱和健康的脂肪，这些都是合成肌肉、保护神经的关键营养素。鸡蛋的蛋白质生物价是所有食物中最高的，代表它几乎能100%被身体吸收利用。我常跟患者开玩笑说，鸡蛋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强肌灵丹。
每天吃1到2颗全蛋，无论是水煮蛋、蒸蛋还是卤蛋，都是绝佳的选择。想想看，1颗蛋就能孵出一只有骨有肉的小鸡，它的生命力有多强大？只要你没有特殊的代谢疾病，请放心地享受鸡蛋带来的完整营养。这不仅让你感到饱足，更给了你的肌肉最扎实的燃料。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2种食物，第9种藜麦和第10种大骨汤或地鸡精。这2者虽然不常出现在传统饭桌的主角位置，但它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后勤支援角色。首先是藜麦，这被称为超级谷物，它是极少数含有完整蛋白质的植物来源，也就是说，它包含了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。对于习惯吃白米饭的台湾长辈，我非常建议在煮饭时加入1/3的藜麦，这样一来，你原本只是碳水化合物的主食，瞬间就升级成了强肌燃料。它的口感脆脆的，很有层次，还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B 群，让你的代谢更有活力。最后是第10种，富含胶原蛋白的大骨汤或低鸡精。虽然汤品本身的肌肉蛋白质含量不如整块肉，但它含有丰富的甘氨酸和脯氨酸，这些是修复肌腱和韧带的重要原料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的肌腱不够强壮，肌肉的力量就无法发挥。这就像是一辆车的引擎，肌肉很强，但如果传动、轴、肌腱断了，车子还是跑不动。你可以用大骨、鸡骨搭配一些洋葱、胡萝卜熬汤，这不仅暖胃，还能保护你的关节。我常建议术后或体弱的长辈，每天早晨喝1碗温热的精炖汤品，这能唤醒消化系统，为一天的营养吸收打好基础。到这里，我们这10种救命食物已经揭晓完毕了。从优质肉类到彩虹蔬菜，从睡前的牛奶到主食里的藜麦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。当你开始尝试这些改变，你的身体一定会感觉得到。在结束之前，我必须额外告诉你2条极其重要的隐藏规则。如果你忽略了这2点，就算你吃再多神级食物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第1条规则与你的胃药和维生素 B12 有关。很多长辈因胃、食道逆流，长期服用强效胃药、氢离子帮谱抑制剂。你要注意，当胃酸被长期抑制，你的身体就没办法有效地把蛋白质分解成可以吸收的小分子，同时也会阻碍维生素 B12 的吸收。B12 缺乏会质，接导至神经传导偏差，让你的肌肉反应变得迟钝，容易跌倒。如果你有在吃胃药，请务必咨询医师并确保补充充足的 B12， 让你的肌肉神经链接保持畅通。第2条规则是关于单次摄取门槛，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，不要把一天的蛋白质都留到晚上吃。你的身体单次合成肌肉的能力是有上限的。对长辈来说，你每一餐必须跨过25到30克蛋白质的门槛，才能有效启动合成开关。如果你早餐只吃1片吐司，午餐只吃1碗面，那你一整天有2/3的时间都在流失肌肉。让我给你一个完美的范例餐盘。早餐是1个全蛋、1块豆腐和1杯无糖豆浆。午餐是1份掌心大小的煎鱼、半碗藜麦饭和1大份地瓜叶。晚餐则是适量的鸡肉、1份深色蔬菜和1碗暖胃的骨汤。如果你能维持这样的频率，你的肌肉就会像得到了充足雨水的庄稼，重新变得茂盛而强壮。
记住，健康不是靠奇迹，而是靠你对细节的坚持。这2条规则就是你成功的关键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从肌肉流失的危险，到那10种能救你一命的食物：瘦肉、深海鱼、绿叶、菜莓果、坚果、豆类、乳制品、全蛋、藜麦以及大骨汤。我希望你听到的不只是知识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信心。请记得，你的身体是非常忠诚的，只要你愿意重新照顾它，它一定会给你回报。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位收看这个频道的长辈，都能像我那位台北的陈先生或高雄的林阿嬷一样，重新找回那双有力的双腿。我想象中的你是能优雅的在公园散步，能轻松的提着菜篮与邻居聊天，能充满自信的抱起孙子，而不是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窗外。那样的独立与尊严，是你辛苦工作一辈子后应得的奖赏。请答应我，从下一餐开始就选其中1种食物加进你的餐盘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却是逆转人生的第1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未来更有信心，请不要吝啬分享给你的老同学、老朋友，或许你的分享就能拯救另一个家庭。我也很想听听你的声音，在我们介绍的这10种食物中，哪一种是你原本最少吃，但打算从明天开始尝试的？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亲自阅读你们的留言。最后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并开启通知，让我们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彼此扶持，优雅的老去。我是林医师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祝你平安健康。